萬萬冇估到啊！依家喺中山主城區揾到一個新項目喎，而且仲係品牌打造嘅，同埋咧過去三寶咧只需要10分鐘喎，依家仲係準現樓狀態喎，4萬蚊就可以攞得一個99平方嘅大4房，得份屋咧100%喎，你敢唔敢信？嗱，跟住我鏡頭去睇樓。咁嘅朋友，依家嚟到現樓呢邊啦，99平方做大4房，有冇見過？嗱，入到門口呢個玄關位置咧，都係半贈送一半咩啊？可以做茶几。咁呢度呢個長輩房咧，都係贈送一半俾你嘅喎。哇，咁呢度得房率係超100%喎。嗱，咁你再睇翻呢個廚房呢個位置啦，廚房嘅位置咧做埋一個雙開門嘅冰箱位置送埋俾你嘅，仲有埋一個陽台。哇，呢度先係夠晒舒服啊！你睇呢個大橫廳，仲有一個大陽台，仲可以睇埋呢個別墅嘅景觀嘅。哇，咁呢度咧非常之交通係非常之方便喎。點解咁講咧？嗱，10分鐘咧就去到一個富日城同埋萬象匯同埋利和廣場喎。咁去深圳啊、香港啊都非常之方便㗎，45分鐘就可以去到啦。咁咧呢度咧係真正港人嘅度假嘅天堂喎。咁有會所咧，有泳池，同埋咧，哇！呢個主人房南北對流。可以睇埋呢個別墅景觀，同埋可以睇埋呢個高爾夫球嘅園林個景觀啊，係非常之舒服享受嘅。哇！你哋睇到覺得可唔可以？嗱，評論區留言，66我發詳細資料俾你。